做嘅堅硬有軟，唔過橫事各位團各位別，我所愛用做嘅來開東西較困難。全台灣做竹雕嘅人亦等少，先做有一個國寶級嘅竹雕工藝師彭冠珍，以功夫一等一，作品記下擺先入全國美展，每次得到民族工藝獎。日本全藝展藝術家大賞也得公用。以竹雕作品，無論係政治界也係商業界嘅大人物，都上來收藏。地方上有彎彎彎彎嘅細路藝術，有一撮火鳳凰，後面還有幾片呢長嘅竹葉，看真來土上背有耳朵嘅剪花草樹嘅野豆。全部眼中啊，嗰種嘅麵包樹眼中啊，安排啊，50年安排咗，打麵包安排咗個。父輩嘅環境一概都係彭安珍自家來治理嘅，其實一打咪係一間客家傳統，彭安珍就係傳統嘅頭家。那時候沒有路哎，外面只有小路一條，所以來環境你看，我停車場都弄得很好的。而你喺客家菜啊，而家鐵色加上那秋裙。當收了落福嚟嘛，我用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。三合院，火鳳凰拿來做傳統，確實異常嘅道義。食做時間一多，就有匆匆嘅人客進來。感覺很像回到老家，對啊，就是東西都蠻好吃的啦。因為我家人那邊有客家人，所以口味很像。你客家人嘛，食了的東西是感覺當有感情那種的，古色古香的東西哦，好食得落飯啦，係啊。有聽人說過。詳細看啊，傳統標榜，雕定耳朵竹雕作品，做工同有。東南上上也條作品，未佢調家彭安珍刻出來嘅。原來佢含有那位嘅成分，就係國寶級嘅竹雕工藝師。只有字，財源滾滾。竟然談呢度竹工都好，有動貼片的相，也係彭安珍利用36年嚟設計出來嘅竹雕作品，含成長度嘅專利。可能有6年。一直在想，那台北搞出來現在有打擊樂器啦、沙漏啊，我把那些組合起來。黐下來嘅竹工，為先同地道嘅木頭熱鐵，啲竹工落背或先呢做好夜空嘅，這個工業竹嘅，限天做個工業一定重要嘅同時。我把細沙篩選得很乾淨，和它進口小鋼珠倒進去，那個細沙會從此沙漏下去，帶動鋼珠，鋼珠打到這200隻竹子，就會有那個聲音。彭安珍本地喺啲學校教書，有200幾位接觸到竹雕工藝。有一年學校有派那個思想發通啊，到竹山，有，看到路上當到竹個啊，唔種竹，還是下來買竹個，下個絲啊，弄上去刻了以後，同事看到了嚇到，用按讚，喺埋上面看，還是看了看動作。下後刻出線頭，佢同穩穩嘅頭顱表態，佢是味道竹雕嘅世界都好，對刻對聯都堅穩。下後又去刻長翠果子、同物同荷花呢啲，其中荷花呢啲未佢真好講，最難刻嘅一項作品。月麥啊，當然的，特別係個粗形啊形狀冇重要，我要用高溫的水。去煮，去燙它，它也會軟化。等它軟化以後，我就用冷水讓它定型。
也想为什么冇坏的啦？人为也对经验加亚贵嘅作品、罗盘、彭文珍等到下去都係咁似。把条牌当菜歌做苦的啦，就把同时看到按当干苦当菜歌一样啊。我怀念他那个时候，现场差不多按晚晚哦，还是看那个安呢？啊，一生也是当慈祥，当想啊。四位作嘅都會彭文珍嘅書風，佢就會敏捷同上手創造出動次嘅作品，唔但將得到動動獎，連全世界商業界嘅睇人物都想去收藏，為80世紀嘅客係動身樂嘅創作，而留下客家暫定嘅重調藝術品。